曾演出《银魂》《夏町火箭》《真田丸》等多部戏剧作品的日本男星新井浩文，因涉去年7月在家中用暴力性侵到府服务的女按摩师，本月1日被逮捕羁押。东京地方法院昨27日裁定500万日元约140万台币交保获准，除此之外，还可能要面临5亿日元约1.4亿台币的天价赔偿金。新井浩文本月1日爆出去年7月预约名女按摩师到家中服务，不料却在过程中对30岁的女按摩师伸出狼爪，试图施暴性侵。21日被东京的简易强制性交罪起诉。羁押经过27天后，东京地方法院裁定准予新井浩文以500万日元交保。他在搭车离去时，遭到大批媒体包围抢拍，他则是坐在车内始终低头不回应。新井浩文疑暴力性侵事件曝光后，他形象全毁，经纪公司也火速将他开除，也因此手上工作全部喊卡。除了新片及代言广告暂停之外，参演作品的 DVD 也未如期上架，后续恐面临高达5亿日元的天价赔偿金以及5年牢饭，但若被害人同意和解，可能获得减刑及缓刑处分。察觉对方有性侵意图时，应冷静设法离开现场，并立即求救。若遭限制行动，勿过度刺激对方，千万不要抵死反抗。相信直觉，拒绝不舒服或不喜欢的肢体接触。睡觉或盥洗时，门窗要上锁。避免与有酒醉、吸毒、有暴力倾向或性犯罪前科的人独处。当对方出现你认为不妥的言行时，应立刻离开或制止。如遭性侵，应立即报警与求助信任的人。